第24章。7日的頭一日，黎明的時候，那些婦女帶着所預備的香料，來到墳墓前，看見石頭已經從墳墓滾開了，他們就進去，只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。正在猜疑之間，忽然有2個人站在旁邊，衣服放光，婦女們驚怕，將臉伏地。那2個人就對他們說：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這裏，已經復活了。當紀念他還在加利利的時候，怎樣告訴你們，說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裏，釘在十字架上，第3日復活。他們就想起耶穌的話來，便從墳墓那裏回去，把這一切事告訴11個使徒和其餘的人。那告訴使徒的，就是抹大拉的瑪利亞和約亞拿，並雅各的母親瑪利亞，還有與他們在一處的婦女。他們這些話，使徒以為是胡言，就不相信。彼得起來，跑到墳墓前，低頭往裏看，見細麻布獨在一處，就回去了，心裏稀奇所成的事。正當那日，門徒中有2個人往一個村子去，這村子名叫以馬忤斯，離耶路撒冷約有25里。他們彼此談論所遇見的這一切事，正談論相問的時候，耶穌親自就近他們，和他們同行，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，不認識他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什麼事呢？他們就站住，臉上帶着愁容。二人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的，回答說：你在耶路撒冷作客，還不知道這幾天在哪裏所出的事麼？耶穌說：什麼事呢？他們說：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。他是個先知，在神和眾百姓面前說話行事都有大能。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介去定了死罪，釘在十字架上。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屬以色列民的，就是他。不但如此，而且這事成就，現在已經3天了。再者，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，他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裏，不見他的身體，就回來告訴我們說，看見了天使顯現，說他活了。又有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裏去，所遇見的正如婦女們所說的，只是沒有看見他。耶穌對他們說：無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說的一切話，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。基督這樣受害，又進入他的榮耀，豈不是應當的麼？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，凡經上所指着自己的話，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。將近他們所去的村子，耶穌好像還要往前行，他們卻強留他說：時候晚了，日頭已經平西了，請你同我們住下吧。耶穌就進去，要同他們住下。到了坐席的時候，耶穌拿起餅來，祝謝了，擘開，遞給他們。他們的眼睛明亮了，這才認出他來。忽然，耶穌不見了。他們彼此說，在路上
他和我們說話，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，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麼？他們就立時起身回耶路撒冷去，正遇見11個使徒和他們的同人聚集在一處，說：主果然復活，已經現給西門看了。2個人就把路上所遇見和擘餅的時候，怎麼被他們認出來的事，都述說了一遍。正說這話的時候，耶穌親自站在他們當中，說：願你們平安。他們卻驚慌害怕，以為所看見的是魂。耶穌說：你們為什麼愁煩？為什麼心裏起疑念呢？你們看我的手，我的腳，就知道實在是我了。摸我看看，魂無骨無肉，你們看我是有的。說了這話，就把手和腳給他們看。他們正喜得不敢信，並且稀奇。耶穌就說：你們這裏有什麼吃的沒有？他們便給他一片燒魚，他接過來，在他們面前吃了。耶穌對他們說：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，說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，凡指着我的話，都必須應驗。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，使他們能明白聖經，又對他們說：照經上所寫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3日從死裏復活，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，從耶路撒冷起，直傳到萬邦。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。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，你們要在城裏等候，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。耶穌領他們到伯大尼的對面，就舉手給他們祝福。正祝福的時候，他就離開他們，被帶到天上去了。他們就拜他，大大的歡喜，回耶路撒冷去，常在殿裏稱頌神。